年嘅樓市令人覺得有啲尷尬，買房嘅人心理價位一個比一個低，總係覺得而家嘅房價密值咁嘅價，咁咧就擔心買咗之後房價就會繼續下跌，咁就令到有啲觀望嘅群體就越嚟越多。後台同我諮詢嘅客戶亦有唔少咁樣嘅困惑。另外一個咧就係有啲想賣房嘅業主、房東亦有呢種困惑。佢哋雖然講想要將手頭上嘅房賣開，但係又唔想蝕得太多喎。嗱，咁樣一來，新意嘅二手市場就會呈現出一啲咩現象？就係放盤量就會越嚟越多嘅趨勢。總結一樣嘢，就係買房嘅人覺得買唔起，賣房嘅人覺得賣唔出。咁講到買房呢件事，確實唔係容易。我做咗15年房產，即係對此可以講係深有體會。買房嘅不但只係要掏空幾代人嘅錢包，仲要面對高不成低不就嘅房價。但係一諗到終於有一個安穩嘅住所，可以令到屋企人過上比較好嘅生活。雖然講又覺得呢個過程雖然講比較艱辛，但係結果呢係比較值得嘅。對於剛需嘅客戶嚟講，我哋一定要保持良好嘅心態。新意本身係一個低收入、高消費嘅地方，面對高房價，我哋猶豫同埋擔憂係好正常嘅。那麼點解房賣唔出去呢？其實呢個咧同我哋而家買房嘅嗰啲購房觀念有關嘅。以前買房大多數人可能比較注重嘅咧就係實用性，而家咧係比較注重品質、舒適度。咁而家嘅買房嘅人既要求房嘅地段好，又要求學校好，仲要大花園，仲要有好嘅物業服務等等。如果講房嘅樓齡比較大，小區嘅環境以及配套設施一般，位置又唔係有太大嘅優勢嘅話，咁樣嘅房確實係好難賣得出去㗎。有啲房東住咗10幾年，套房都住出感情咧，再考慮下供樓嘅利息啦、裝修嘅成本啦，又覺得哇蝕太多咧，又唔捨得賣。咁面對咁樣嘅市場行情，我哋又可以點呢？除非你嘅房各個方面都有好大嘅優勢，否則我哋只能夠接受現實。畢竟時代喺度變遷，以前嘅嗰種靠賣房賺錢嘅時代早已經過去啦。而家係想要靠買房賺錢更加難。我哋最終都係要回歸到現實。最後，我想對新意買房嘅人嚟講，一定要多啲睇，多啲對比，盡量去選擇一啲比較穩健嘅樓盤，多啲做功課，唔好蝕嘅。對於想賣房嘅人嚟講，商品房始終係有商品屬性。既然係商品，就要按市場嘅規律來。我哋都係要接受優勝劣汰嘅呢個現實。我曾經講過句話，所有嘅成交價都離唔開現在嘅市場價。喺我睇來，買房同賣房都係人生當中嘅一件大事，所以我哋去謹慎考慮同埋付出努力嘅。對於買房嘅人嚟講，除咗去考慮房價、地段等等因素之外，仲要應該關注嘅呢就係房嘅品質同埋舒適度。畢竟房係我哋生活嘅空間，舒適度同品質同樣係重要嘅。同時我哋要根據自己嘅經濟實力同埋需求去選擇合適嘅房，冇去盲目講去跟風，或者講聽信一啲不實嘅宣傳。對於房東嚟講，賣房並唔係講一件輕鬆嘅事，我哋需要認真去考慮房嘅價值以及市場嘅行情，制定一啲合理嘅價格同埋營銷嘅策略。同時我哋要保持耐心同埋信心，相信你自己嘅房總有一日都會揾到合適嘅買家。總之，樓市雖然講係複雜多變，但係我哋只要保持清醒嘅頭腦同埋正確嘅心態，就一定能夠揾到屬於你自己嘅嗰片天空。無論你係買房定係賣房，我都好樂意去提供一啲真誠嘅幫助同埋建議俾你。咁就讓我哋一齊去面對樓市現在嘅挑戰同埋機遇啦。如果你近期亦打算出信義睇房買房，但係唔了解信義而家嘅樓市行情，咁你可以嚟深度揾我啦。我睇到之後都會耐心回覆你嘅。我係麗麗，一個15年嘅房產人，一個在信義講真話嘅信義房產銷售。我哋下期再見。